今日有位極為資深嘅講道人咧，咁咧就佢總結佢50年嘅宗教嘅信仰嘅思考咧，咁咧就苦口婆心心存呢個仁愛咧，佢響呢個講道時就指出啦佢話有三大嘅理由咧即係證明咧，用肉眼睇唔到嘅神，即係上帝咧，其實係可以睇到嘅。咁佢話第一咧就係嗱呢個大自然世界嘅奇妙。咁第二咧就係天父嘅呢個獨生子呢個耶穌咧就將佢將呢個神咧顯明出嚟咁你見到耶穌就係見到上帝啦，第三咧從呢個信呢個耶穌嘅人嘅身上咧，佢哋嘅變化嘅奇妙咧咁你響呢個人群裏邊咧就係見到上帝咁講。單憑呢三個理由咧，係咪足以說明你所睇到嘅就一定係上帝咧？我咧響呢個跟住嘅呢個三講咧，我就想呢個提出一些少即係好唔成熟，又或者教徒咧認為唔係問題嘅問題咧。等大家或者討論一下。